咱袂顺利，咱一切物件不顺利的事情哦。所以咱今日犹如大风不敌风吹，日光不现。这个风啊吹了伊，真正呢，这个日光落来，这个上下去年万象皆现。但是为讲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但是咱这边文早咧，变了什么呢？这平衡个早，安尼呐，咱记得讲啊，日头无底了，咱月亮无影，月亮无影，不是月亮无影，是因为这平衡比较早，不是月亮无影。啊，这边文啊早起，月亮那个早出来。啊，这边文早来了，你看啊，月亮个早出来，啊，月亮是无来无去啊，吼，是这平衡个。咱有天咱做，咱有天做这些。有影是什么原因？就参来，这个造物咱想咧，在为啥讲？十年后，30只几仔，叫一只车来来，这也飘，啊，恁也创过，我看这累，腰酸的腰酸，这给我啊创啥？为啥我这来见我搞老师？哦，这个后面哦，还这边好在哪？特别细哦，不敢多，啊，比较细的慢些哦，现在他放就放了哦，比较细的他会些哦，你讲嘛？迄好想咧，改只结果到好死，变心变什心？变有心啦吼，有心啦，只有心，因为这样很高所以就心造出来。但是我过程当中咧，你只结果就有心，啥都能放回来，刮咧刮咧，变心变成什么心？因为这岩石变中当叫这里面卡了后，因为惊变起来这地方。要以死开的当中吼，安尼食个黑，所以呢，因为一片无不啦，伊无良心个走，咱来看，各位，攞看迄条心，攞看迄条心，迄条心是拢怎样？是我看着，我看着安尼，所以咱说来讲，哦，有犹如大风往来飞，这个大风就是讲讲什么呀？大风就是我讲。咱的重点啦，咱的梦想啦，咱的成就啦，咱的计较啦，咱的比较啦，咱的一切物件咱不交关啦，拢总是这物件，这叫大分。咱无一时啊，咱来讲讲，无一时咱家己欢喜，对不对？就是透早起来，就是那些美当，那些美西，那些美当，那些美西，每句都是不好话，啊，结果唔讲歹话。经过这些时代，哦，这是不会，你讲那个心，你的心理决定不了。伊大概就是这片在往面，可能，伊大概就过着，伊大概就过着一个快乐日子，是吧？问题是出于伊个人的心境意见，伊这个风险袂出，伊风险袂，地位遐袂出来，既然你显袂出来，发展基地应无大小。爱迄人较先，爱迄人较好，迄个先较好，是什么原因？迄个先就是因这个有问题，安尼讲听无？迄个先就是这个有问题。哦，迄个先就是安尼讲，迄个恶就是这片门来啊，这个叫点，这片门这个叫点，这个叫点头。所以那显变后面，他的菜场进出说，心念转个弯，那生命就无限宽。你若精彩，天生安排，花若盛开，蝴蝶就来，那是不对。你若精彩，天生安排，人生的过程在这当中，你活得快乐，你活得幸福，你活得安稳，你活得好，我愿意。当面对着上天这个恩惠，天恩是我非常感恩天大上，我今日有一句讲，你
切坏的物件拢做天无啊！你逐日若惯惯，我逐日就死了，逐日就贪米了，逐日就唔通按，逐日就按，你就是无甘苦，你就是无道理。你逐日话你做好我，今日天若空气无互你去口了，你就活吧。天若3分钟的空气无互你啦，你就变猪人啊！你拢要活吧。所以呢，天生地养的，天生地养的。所以讲讲天就是咱的爸呢，啊爸就是咱的母呢，天爸就是咱的爸母呢。所以咱若无孝敬咱爸母啦，你这无天无地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就是代表咱天爸就是咱的爸母。所以咱变成感谢天，啊感谢地。所以他就讲，啊感谢饭业，啊感谢什么？感谢后日，感谢饭业啦吼。哦，较早人讲这个。就是讲，咱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切拢依着他们的心情，因为今日凡所有上，咱唔通有上的物件来去计较。人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我是讲，我是观念，咱要花多少钱？咱要花多少钱？咱唔通想讲人爱多钱，咱要强，是咱一生强人。安尼是哪？安尼是波斯对不对？安尼是哪？皮价对不对？安尼是波斯啊，安尼是皮价。啊，你要互人爱买，人爱买人互你，你家己分，你家己分析。你要人互你，还是你要互人？所以今日你一定爱感恩的心，一定你爱充满这个感恩爱，感谢付出。讲，我想讲，六道内底当中，真好讲，好一个讲叫做报喜。报喜就是咧开路呢，后壁第二个地位就是咧画路。他得到这学的点呢，报喜就是咧开路。报喜就叫在世发生有事对不对？报喜都有这三道呢。在世的钱啊，发生着道理啊，有事就是咱人。啊，是咱当时伫六道内底当中，伊咱强调说报喜都用到头前，伊咱用到第一，用到第三，用到第四，伊咱用到头前，知影？咱众生之灵叫轮回来，咱人拢害一堆的罪过来到这个世间，咱是犯罪来咱到这个世间变得犯呢？犯罪呢，到这个世间就叫有，一大堆呢。啊！你犯罪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堆一大堆，你来快乐。我比如我去弄死人，我弄死人，我会快乐嘅。我今日若无他妈有阮个代志，好，我海阔天空任道远，你如清风吹落山。一定无事啥新鲜，啊，百年无事大新鲜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今日若去弄死人呢，哪要笑我？哪要告我？你家己信唔？我小弟，较早20年前弄死者，迄代志无讲以前，伊食袂到可能，啊，你着当面的。但是迄件代志敢讲好势尔，伊真正的，伊手，安尼了，伊就掉。咱日业所大啦，咱今即世食人偌济，害人偌济，用人偌济，日业所大来咱偌济。这是哪样？咱刚通过咱做出这样，咱要快乐吗？要幸福吗？你着一堆的业绩，你哪听人袂了？所以有道来，你当个上次头一个就是报喜，就是我咧开路，不要互你行出来，你无业你是。所以一定的，报喜有一个报喜法，我马上钱所有，我马上趁钱无简单，人个钱要摕出来，摕出来。你钱要继续摕出去，